緬甸上個月地震造成逾1000人死亡，近萬人受傷。鄰國泰國首都曼谷亦遭波及，一棟興建中嘅大樓喺地震中倒塌，引起市民關注建築物嘅抗震能力。該棟由中國中鐵十局興建，原本作為泰國審計署新辦公大樓嘅摩天大樓，喺短短幾秒間突然倒塌。從網上片段可見，位於大樓頂端嘅吊臂喺倒塌前搖喐欲墜，然後整棟大樓從高層一直塌下，令周遭塵土飛揚，造成逾100人死亡及失蹤。事發一刻喺大樓附近，有當地市民爭相走避，亦有網民指大樓內有人被地震拋飛，從高樓直墜地面。雖然香港並非位於活躍地震帶，發生大地震嘅機會都相對較弱，但仍然不時會偵測到輕微嘅地震。對於高樓大廈林立嘅香港，建築物嘅抗震設計標準同樣都會受到關注。雖然本港建築物並非特別具備抗震能力，但由於香港亦受颱風吹襲，大部分建築物喺設計及建造方面已按照法例要求，具有相對較高嘅核載抵禦能力，以抵禦強風。一般都能符合現時國際採納以效能表現為本嘅建築物抗震設計準則，例如換泥土結構內鋼筋嘅配置，為建築物提供分隔，以防止碰撞；而建設施如橋梁、鐵路、人造斜坡、擋土牆及海堤等，本身已包含抗震設計，因此地震對香港基建構成嘅風險不大。然而，儘管本港嘅地震風險較低，但發展局表示，屋宇署已委聘顧問公司研究是否需要為香港制定一套切合本港情況嘅抗震設計標準作業守則。雖然香港發生地震嘅機會率較低，對上一次因地震而造成嘅樓宇損壞已經係107年前嘅事，但天文台提醒市民，一旦南海或其他鄰近地區嘅地震觸發海嘯，天文台會發出海嘯警告，提醒市民採取預防措施。而在外地旅遊嘅市民更需要時刻留意當地政府發出嘅地震及海嘯資訊和警告。今集節目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